有冇諗過點解富人越富，窮人越窮呢？我哋暫時唔傾一啲權力操作、官商勾結呢一類雖然存在，但係唔係決定性嘅因素，只係問一個好根本問題：點解一個社會嘅資源啦、錢、信心、機會，總係會慢慢流向富人手上？其實答案早就寫喺聖經上面噶啦。馬太福音有一個故事就話一個主人出門之前佢就將一筆錢交俾幾個僕人，有人攞呢啲錢去自我增值。有人就因為怕風險，就將啲錢收埋起嚟。咁結果主人翻嚟之後就讚賞嗰啲能夠令資源增長嘅人，並且俾更多嘅資源佢哋。咁而將啲錢收埋嗰位就反而收走佢手上剩低嘅錢。於是就有咗呢一句：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凡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去。呢個世界就用緊呢套福利嘅方式運作緊。問題嚟啦，呢一種有變到更加有係點樣發生嘅呢？我認為背後有3個都幾清楚同埋好現實嘅機制可以拆開講下。呢個 channel 就會圍繞住人性同埋各種心理機制去探討嘅。有興趣觀眾都可以訂閱支持啊。第一個原因就係名聲同信任係會自我強化嘅。世界好現實，人嘅時間有限，判斷成本又高，所以大部分人做決定嘅時候都會傾向揀已經被驗證過嘅一邊。你有頭銜，你有福利，有成功案例，人哋自然會更容易相信你，亦都更願意俾你機會嘅。你一攞到更多嘅機會，就更容易累積到下一次嘅成果，而成果一多，信任又再加多一層。呢個循環係唔需要有人操控嘅，佢自己本身都會自動發生。大家要想象一個場景啦，兩個科學家，一個好出名，一個幾乎冇人識嘅，咁而佢哋兩個一齊發表同一個實驗結果。對旁觀者嚟講佢哋好自然將大部分嘅功勞、掌聲放喺比較出名嘅科學家身上。另一位就算實際上付出一樣咁多，都好容易俾人當成係助手啦，或者係配角嘅啫。而呢個畫面其實就係資源世界嘅縮影。名氣、地位、資源一旦喺你手，你就更容易俾人看見，更容易攞到下一次嘅機會。咁相反冇名冇資源嘅人，你要由零開始去爭取呢個曝光同埋信任，成本係高好多嘅。時間一拉長，差距唔係慢慢加上去嘅，而好似雪球咁樣越滾越大。第二個導致富人越富嘅原因就係風險代價嘅差異。對資源比較多嘅人嚟講風險好多時都係一個可以控制到嘅波幅嚟嘅。就算做錯事，通常只係一啲時間同埋金錢上嘅損失，之後仲有好多空間可以慢慢修正、調整個路線。但係對於資源少嘅人，同一個決定嘅代價可以大得多啦。你一旦失手，影響嘅未必係自己身上，可能會即刻牽連到屋企嘅住屋安排啦、家庭開支啦、基本嘅周轉能力啦，變成一連串你要處理嘅後果。所以風險對於窮人嚟講係一個懸崖嚟嘅，你一腳踩空就沉船㗎啦。於是一啲資源較少嘅人自然會傾向去選擇可預期、即時穩定嘅回報。咁但係啦，長期回報偏偏就係財富增長最主要嘅來源嚟喎。咁但係往往係需要更多嘅時間啦，同埋更大嘅容錯空間，你先至能夠等到呢個長期回報。歷史上羅斯柴爾家族就係一個例子啊。喺19世紀法國動盪時期，佢哋因為擁有足夠嘅資金、情報同埋網絡，夠膽喺戰爭未完之前就帶手去掃入一啲英國國債。咁結果佢哋財富翻咗好多倍，進一步壯大成歐洲最大嘅銀行家族。佢哋咁做呢個賭注係因為輸嘅話只係短暫嘅損失嚟嘅，贏咗就贏幾代人。喺同一個時期，一般工人面對嘅風險就係另一種層次，失業、斷糧、被徵兵，甚至連日常生活都未必穩定嘅。咁佢哋未必係冇上進心，未必係冇遠見，而係當佢哋一旦做錯選擇後果係會直接動搖生活嘅根基。當風險由可以修正變成會引發連鎖反應，人自然會更着重短期嘅確定性。呢個原因講嘅唔係話邊個保守啲，邊個進取啲，而係風險尺度唔同啊。有人面對嘅風險係一個可以管理嘅波動，有人面對嘅係一旦出錯就需要長時間修復嘅衝擊。當承擔風險嘅能力本身變成一種資源，長線部署就更容易出現喺資源比較多嘅一邊，而差距亦都會隨住時間拉開得更加明顯。第三個原因就係資訊同埋選擇權嘅差異。資源多嘅人往往唔係知得多咁簡單，而係佢哋知得更加早、更加準確，同埋亦都知道應該問邊個。佢哋更容易係接觸到一啲專業嘅意見啦、制度入口同埋圈子嘅規則。你可以咁樣理解，同一扇門表面上人人都入得，但係有人一早就攞咗入場方法、流程圖同埋負責人嘅電話，而你只係見到個門口，連要填啲咩表你都唔清楚。
好似喺清末民初嘅時候，有一批官紳子弟可以透過各種渠道出國讀書，學法律、工程、金融，翻到嚟咧唔止係學到啲知識，更重要係學到新制度點樣運作，同埋啦，自然會入到去政府啦、銀行、企業入邊嘅一啲新體系。咁但係同期大多數嘅普通人咧，仲喺度學緊識字啦、交稅、求溫飽，連新制度係啲乜嘢都未必接觸到。個差距咧唔係話邊個比較努力嘅問題，而係兩邊見到嘅世界本身已經唔同。一邊咧見到嘅就係各種通道啦，同埋選項，而另一邊咧只係見到眼前嘅出路啫。好多制度咧表面係開放嘅，但係你越去到效率高嗰一層咧，資訊就越精準，流程越順，路徑咧越清晰。仲有人會提你一早咧避開地雷。兩個人就算同樣咁聰明，同樣都肯去做功課，但係因為入口唔同，資訊密度唔同，支援系統亦都唔同，咁兩個人走出嚟嘅效率同埋結果咧就會拉開。所謂資源向上流，好多時都係咁樣嘅，唔係因為邊個嘅智力特別高，而係因為佢哋一開始咧就企喺資訊更加清楚、選項更加多、路更加順嘅路線上面。有一個思想實驗，大家可能都聽過，如果有一日全球嘅財富重新分配，人人嘅起點一樣，世界會唔會因為咁而變得公平呢？其實好多專家嘅結論都係一致嘅，就算起點拉平，財富好大機會咧都會慢慢再集中喺一小撮人嘅手上。原因未必係需要啲咩陰謀論，只需要幾個現實條件已經足夠啦。有人嘅風險承托能力比較高，有人嘅時間視野比較長，咁而福利咧又特別中意可以長時間留喺場內嘅人，有會用呢啲嘅錢咧嚟投資自己啦，投資更有生產力嘅資產。有人咧會攞啲錢嚟先填補長年累積落嚟嘅生活缺口，亦都有人咧一遇到啲不確定就會傾向用冇節制嘅消費嚟換取即時嘅安心。經過幾輪波動之後啦，資源自然會流向嗰啲更能夠去承擔震盪，又更加能夠咧延遲滿足嘅人。呢個循環其實同之前講兩個科學家係一樣嘅，出咗名嗰個更容易攞到資源做下一個研究，而冇名嗰一位咧，可能連平台都好難揾到。久而久之，成果又會再一次證明前者係更加值得被信任，然後佢就會攞到更多嘅資源，做到更多嘅成果，成個循環咧就係咁樣自我加固。嗱，去到最後我想講嘅就係世界的確咧唔係完全對等嘅，呢一點承認咗反而會更加踏實。更重要嘅係你一旦睇清咗個規則，就唔需要再用輸贏去消耗自己，努力仍然都好值得嘅。但係你要努力喺方向啱嘅地方上面咯，將你嘅力氣用喺一啲最能夠累積同埋增加選擇權嘅地方。咁其實你已經係為自己未來增加咗好多可能性㗎啦。當你明白咗呢一套嘅規律，你會發現其實所謂嘅世俗成功，只不過係其中一條路你可以去行，而唔係一個人生嘅必修課嚟嘅。你可以選擇跟規則去玩，亦都可以選擇唔玩。如果你追求嘅係內心平靜、關係嘅質素、創作啦、你嘅家庭啦，或者一種更加有意義嘅生活，咁你係可以完全有權將呢啲嘅掌聲排名去放低佢。識得規則咧，唔代表你要俾啲規則牽住走嘅。明白世界點樣運作，反而咧令你更有底氣去決定自己真正想去嘅地方。